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帶大家去油塘，去一間歷史悠久嘅冰室——榮華冰室。聽講已經有63年啦。冰室裏邊仍然保留好多60年前嘅嘢，大家好似回到過去咁。睇下呢啲吊風扇，我細個已經有啦。仲有呢啲嘉賓提名嘅紅綢布，而家已經係買少見少。仲有好多舊式月曆啊、相啊，基本上個裝修都係維持到10年前。佢呢個餐單都係手寫㗎。手寫單幾多杯茶酒啊？唔該乜講茶？呢杯奶茶都好香滑，以13蚊嚟講，已經冇乜要求啦。呢啲木製嘅卡位，聽老闆講，大話已經有70-80年。熱咖啡，熱咖啡，寫錯字啦，嚇到我。廚房簡單，好家庭式，老闆親自下廚。叫咗餐蛋麵唔係回鍋肉。隻澳蝦腩咯，好靚。食物嘅味道正常發揮，跟住再試個西多士食麵條。佢裏邊係冇夾花生醬嘅，純粹係有蛋漿炸。最後再試埋個滷水雞翼尖，好入味，炆到好腍。呢度嘅食物雖然係味道一般，但係有種好熟悉嘅感覺。呢度嘅地方風情同人情味，第二度係揾唔到。呢度唔止係一間冰室，亦都係香港飲食文化遺產嘅一部分。知道佢就嚟清拆，都覺得有啲可惜。如果可以將佢保留喺第二度展覽，我覺得會幾好。聽老闆講，呢度可能做到8、9月，未嚟嘅朋友盡快嚟啦。好啦，今集暫時係咁多，多謝收看，下次見。請大家讚好、分享、訂閱，多謝支持。